非一般印章，图文形体，道近100年来客家文化的演变。另一头橱柜里还有原住民系列，篆刻艺术家游永尧用自己的方式传承历史。我是想说，把这个文字转换为有图腾的感觉，或者是画的感觉，把它收集下来，然后到最后能够传承。让后面的人能够接受这件事情。一纸飞页，密密麻麻的人名，客家庄行脚记录。好奇心和使命感驱使，足足5年文史访查扎根，马上就去，可以不吃饭没关系，带着矿泉水就去。亲自走访才发现，客家腔调还有少数的丰顺腔、海山腔。园林2轮来回社区的旧民回头屋，原来蕴含着长辈对子女宽厚的疼惜。一路行来有亲有义，大病认真将就经营。小孩子到外面出去打拼，结果没有很成就，就回来自己的故乡。这些人事心情都想留下。游永尧专注的一笔一画，把文史烙印。空多依难，做书就要编辑。老师说熟能生巧就是周安课，对不对？对。周秋波一边考就是自县熟能生巧。满头白发，道尽岁月沧桑。170颗方印刻家，每个方面都在提醒后代子孙不要忘本。这印章在手中沉甸甸的，其实它要传递的文化意涵也是很重的。把它作为一个文史记录的工具或是媒介，其实老师也希望它像钻石一样，一颗永流传。看到以南，左手秋波一边考；看到以南，左手秋波一边考。